后来，来是总统赖清德讲，本地后个月要到中南美洲访问邦交国，会过境美国。也毋过，总统府上新的回应，讲考虑到最近南部的洪灾，以及美国对顶关税谈判，还有区域的情势等等，所以总统近期内暂时无海外访问的安排。也毋过，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独家来报道，讲川普政府是因为中国来抗议，所以拒绝予赖总统过境美国。总统赖清德顶一抓出访友邦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，原本传出今年8月赖总统会搁一摆出访，要去即马外交当敏感的美国过境行程。不过总统府昨和今仔日上新的声明，拢讲到因为考虑到最近南部的洪灾灾后的复原，和美国对顶关税和区域情势等等，总统最近暂时无海外访问的安排。也提供包含总统在内，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，符合美国久长以来的请求和做法，并无改变。彭博社报道，大标题：川普政府讨论到要予赖总统过境，讲到因为当伫咧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，和可能伫咧10月底发生的川习会，和川普政府烦恼的生机报销，拒绝赖清德过境纽约的计划。金融时报独家报道，引述3位知情人士讲法，台湾总统赖清德原定8月出访中南美洲友邦，嘛预计伫咧行程内底过境美国，停留伫咧纽约和达拉斯。不过，中国甲美国抗议了后，川普政府就拒绝赖清德过境纽约，出访行程才取消。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嘛破文认为，这个决定是习近平的一大影片。不过，希望这并无代表美国对台湾政策会发生让人烦恼的转变。对于他们这样子的抗议，当然，我们都要予以反驳，跟这个做反制。总统的出访呢，外交部一向就会照着既定的规划跟安排，相关的各方呢也都持续在保持沟通当中。路透社嘛来讲，知情人士的讲法，无讲到赖总统取消行程状况。事实上，就伫咧今年时，就讲到会做出进一步的安排。赖总统出访牵动美国、中国、台湾的局势，一举一动必须国内外密切关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